大家好，我是 Emily， 今天给大家带来15分钟的肠道调理瑜伽，帮助我们在春节吃喝后养护肠道健康。来到垫子上，金刚坐姿，双脚并拢，同步坐在脚后跟上。膝盖脚踝压力大的，可以在臀部下方垫上瑜伽砖或者枕头，右手轻放于腹部，左手呈智慧手印。放松面部，轻闭双眼，慢慢的去加深呼吸。深深的吸气，感受脊柱向上延展，缓缓的呼气，双肩下沉。再一次深深的吸，感受空气由鼻腔进入到体内，腹部向外微微隆起。缓缓的呼气，腹部内收，空气由鼻子呼出。在吸气中，右手感受腹部的扩张，呼气中感受腹部的收缩。我们来到了腹式呼吸。熟悉后，右手也可以呈智慧手印放于右腿之上。一呼一吸之中，去感受我们心慢慢的沉静下来。金刚坐姿可以加速下半身血液循环，刺激到胃经，而腹式呼吸慢慢的去刺激按摩腹部内脏，有助于消化。好，最后再进行2组呼吸。缓慢地睁开双眼，视线由鼻尖看向远处，去适应一下周围的光线。双手来到身体一侧，双脚向后，四脚板凳式。调整双手在双肩的正下方，双膝分开在骨盆的正下方。双手食指大大张开，虎口压实垫子。吸气，转动骨盆向上，滚动着脊柱，打开胸腔向前，展肩抬头。呼气，转动骨盆向下，含胸拱背低头。6组猫牛式动态练习。吸，打开肩膀和胸腔，抬头。呼，拱背低头，眼睛看肚脐。吸气，转动骨盆向上，展肩抬头。呼气，拱背低头。按照自己的节奏再做3组猫牛式动态练习。随着呼吸滚动脊柱，让脊柱一节一节得到伸展和放松，去感受腹部的挤压和拉伸。好，最后一次。吸气，身体回到正中，调整一下双手双脚的位置。这一次随呼吸逆时针转动脊柱6次，进一步去感受我们腹部大肠的蠕动。完成后，再顺时针转动脊柱6次。吸气，身体回到正中。右脚向前，小腿垂直地面，左小腿往后，脚和膝盖在一条直线上，右手在膝盖内侧点地。随吸气，左手向上伸展，右臂与膝互推的力量去打开我们的髋部，拉伸大腿内侧、脾经和肝经。好，呼气，左手向头顶心的方向去延展，去感受我们左侧身体更多的拉伸。
眼睛可以选择看上方。好，最后一组呼吸。吸气，身体回正，进行反侧的练习。左小腿垂直地面，左脚和右膝在一条直线上。左手在膝盖内侧点地，随吸气，右手向上伸展。呼气，右手向头顶心的方向去延展。同样的，让左臂与膝互推的力量更多的去打开髋部，拉伸大腿内侧的脾经和肝经。好，最后一组呼吸。吸气，身体回正。呼气，脚尖点地，推臀向上，来到下拳，双脚脚跟交互踩向地面，双膝找向对侧的腋窝，去感受我们身体在扭转中的拉伸。准备好后，双脚外延与骨盆同宽，脚跟踩向地面，踩不到的可以屈膝或者脚尖点地，保持脊背的延展。大臂外旋，双肩远离耳朵，保持深长的呼吸。吸气，右脚向前一大步，置于右手的内侧，后脚脚背膝盖贴地，前小腿垂直地面。随吸气，身体向上直立，调整骨盆，水平摆正。呼气，左手肘来到右膝外侧，双手在胸前合十，肘与膝互推的力量更多的去扭转胸腔朝右。每一次吸气，脊柱进一步延展至头顶心，每一次呼气，去感受我们的扭转加深，去按摩刺激我们的腹部。最后2组呼吸。吸气，身体回正，进行反侧练习，左脚向前垂直地面，右脚脚背膝盖贴地。随吸气，身体向上直立。呼气，右手肘来到左膝外侧，双手胸前合十，扭转身体朝左，肘与膝互推的力量，去更多的扭转胸腔朝左，感受腹部的挤压和按摩。最后2组呼吸。吸气，身体回正，手战式坐立在垫子上，放松一下双腿，调整坐骨压实垫子，弯曲左膝，左脚抵在右大腿内侧。吸气，双手向上，带动脊背向上延展。呼气，脊背保持延展，身体往前往下。再次吸，延展脊背。呼气，身体更多的往前往下。下颌去寻找我们的右腿前侧，在自己能坚持的幅度停留。按摩肠胃的同时，
去拉伸左腿腹股沟的皮筋。最后2组呼吸。吸气，身体向上回正，左脚绕过右大腿，右手抱住左膝，左手在身后点地。吸气，延展脊背向上，呼气，扭转胸腔朝左，再次吸气，延展，呼气，加深扭转。去感受我们左手点地的力，推动我们的脊柱更多的向上延展，同时去感受呼吸，去带动我们体式进一步的深入。最后2组呼吸。吸气，身体回正，再次放松一下双腿，进行反侧的练习。弯曲右膝，右脚抵于左大腿内侧。吸气，双手向上，带动脊背向上延展。呼气，脊背保持延展的状态下，身体往前往下。再一次吸，延展，呼气，身体更多的往前往下。下颌去寻找左腿前侧，在自己能坚持的范围停留即可。每一次吸气去延展脊背，每一次呼气去感受体式的深入。最后2组呼吸。好，吸气，身体向上回正，右脚绕过左大腿，靠近身体，左手抱住右膝，右手在身后点地。吸气，延展脊背向上，呼气，扭转胸腔朝右。再一次吸，延展，呼气，加深扭转。同样的，在呼气中放松身体，并感受体式的深入。最后2组呼吸。吸气，身体回正，选择一个舒服的坐姿，伸直左臂，上下拍打，来回6次，可以稍微大力一点点，去敲击我们的大肠经，调理肠道功能。好，完成后进行反侧的练习，同样上下大力敲打，来回6次。完成后调整一个深呼吸，再一次随吸气双手向上，呼气双手胸前合十，来到眉心。谢谢大家的练习 Namaste， 我们下次见。